即卖假消息是愈来愈多，咱国家所罗门群岛是已经断交啊。不过最近所有媒体报道讲，咱要离开的时阵，竟然甲落落的国旗拢烧烧去。外交部批评讲，这根本就是无影无迹的代志。另外，咱的邦交国土瓦鲁即卖传出中国开450块的美金，叫土瓦鲁的媒体写一篇可能要甲台湾断交的报道，不过是已经去互因拒绝。或者就认为讲，这两件代志无排除是中国的认知作战。画面内底这个查甫人当咧烧物件，虽然看袂真明，不过这个时阵翕的人向前并挥呼。这是咱国前邦交国所罗门群岛一间媒体打出来影片，讲合做诺鲁转承认中国了后，和台湾外交官真生气，烧毁诺鲁的国旗。不过咱外交部驳回不是事实。经查 ，SBM 所报内容是恶意诋毁，对这种错误报道要表示抗议，并对有心人士刻意以片段内容企图操弄之举表达强烈谴责。外交部表示，咱甲诺鲁断交了后，咱自处处理铁管事项，确实包括销毁无需要保存的业务档案甲物品，不过无烧诺鲁的国旗，讲是有心人恶意乱讲。咱国另外一个南太平洋友邦图瓦鲁，最近一直传出关系可能伫选举后发生变化。即马咱涉外人士阁讲，图瓦鲁国家广播公司伫选举前一天，雄雄收到中国官媒一封批，开价450美金，要求写一篇选后可能甲台湾断交的800字报道，不过去互图瓦鲁拒绝。学者认为有可能两件代志拢是中国的认知作战。这一部影片的这个时间点没有交代。2005年，中共跟诺鲁也断交过啊，他们也是在烧文件啊，透过这种操作的方法，去让诺鲁的人民或者是太平洋岛国的人民去激起好像一种反台湾或反美国、反澳洲的这种情绪，然后去延续他在中国在那边的一个影响力。所以我认为这是典型的一个认知作战。林登辉指出，中国最近伫南太平洋岛国经营真深，除了两番外交竞赛，佮上阵美国的印太战略布局。中国探前总统马英九外交休兵期间，就开始伫图瓦鲁布局，现在已经有不少中资进入，咱甲图瓦鲁的邦交敢有法度继续维持爱密切注意。记者综合报道。